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吼，今仔日要互细汉囡仔学的，就是为一算到五安尼。吼，就是囡仔着伫边仔对咧学，吼，对咧看吼，吼安尼开始。吼，头起身，先互囡仔就是有基本的概念，吼，就是安怎为一先算到五。等下教伊安怎就是迄数字甲迄数量要安怎对应吼。好开始哦。你看，遮有几个点？好，一个，一个，一的符号就是安尼写，一，吼，这是一，吼，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一，吼，一个的一，好，过来，这是两个点。吼，两，伊就安尼写，两，吼，两是安尼写吼，两，好，过来这三个点，就是三，吼，三，迄有三个，你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吼，三个点，吼，这是三，三是安尼写，好，过来这，安尼有几个点？来，家己算看觅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吼，有四个点，四就安尼写，吼，四，过来，加一个，安尼，你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吼，安尼是五个点，五是安尼写，吼，五。吼，就是安尼了解无？袂要紧，我著举一寡例，吼，互你较清楚吼。但是我即马改做是物件吼，吼，来先看吼，来遮，来伊看这啥？牛，吼牛，牛有几只？吼，牛有几只？一只，吼，一只，一安尼写，一只牛，一，吼，这是一。若是安尼，牛变两只，吼，变两只，两只牛，两安尼写，吼，两安尼写，吼，两只牛，这咧，这啥？番薯，这是番薯哦，吼，番薯有几粒？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吼，有三粒，番薯有三粒，三安尼写，吼，就是三。你看到这个符号就是三粒，吼，番薯有三粒，好，过来，这啥？这是甘蔗，吼，甘蔗，甘蔗有几支？算看觅咧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，安尼有四支甘蔗，四就安尼写，吼，你就对应这个符号，迄四支甘蔗四。好，过来这啥？这红菇粿，吼，红菇粿，红菇粿有几块？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，吼，五块。红菇粿有五块，五是安尼写，吼，五，吼，所以安尼是你看到这就是五吼，嘿，这是五，哦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过来我无照这个顺序咯，吼，就是我互你看，就是有几个物件，对应啥物数字，吼，你甲记起来哦。好，开始，这，迄是人，人几个人？三个人啊，吼，人有三个，三安尼写，这是三，吼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数字，吼，你若讲三，吼，三，过来这猫啊，猫有五只，吼，猫有五只，五安尼写，
所以你看到即个符号就是五，吼五，啊，过来这牛，阁是牛，吼牛有几只？两只，吼两只啊，两是安尼写，两，吼两，啊，过来这阁是人，人有几个人？四个人，你看四个人哦，吼四是安尼写，四个人的四，吼，啊，过来这是啥？这是猫啊，吼猫啊，猫有几只？敢若一只，吼，敢若一只猫啊，啊一是安尼写，吼一，吼安尼清楚吼，好啊过来，吼啊过来，我互你一个数量，互你点，先为点开始吼，啊就是下骹，就是我会用两个数字，吼，啊就互囡仔来拣是倒一个数字来代表迄个数量。吼，啊，若是讲家长吼伫厝里吼，若是会使较功夫咧，会使传就是家己做一个牌仔，啊牌仔就是一张纸，啊就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安尼5张，啊会使囥伫头前，吼，啊我等下出现迄物件数量时阵嘛会使互囡仔安尼拣，吼，啊若是伫外口，啊就会使看我影片安尼，我会找两个数字出来，啊，就互囡仔来紧讲要选倒一边，代表迄个数字。好，囡仔准备好势啊未？吼，安尼准备来开始哦。哎，头一个，这安尼有几个点？两个，无毋对啊，两是倒一个数字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，遮有几个点？来，算看觅咧，有几个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吼，5个点啊，5是倒一个数字，5倒一边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等下我先提醒一下，就是，若是囡仔还未选出来，会使先试暂停，吼，就是我迄个数量走出来的时阵，啊，会使试暂停，啊，就以迄款囡仔的程度，吼，看就是要互伊偌济时间，吼，啊，过来，遮几个点？几个点？嘿，对，4个，啊4是倒一个数字，倒一个。好，恭喜恭喜！过来，这哦，上简单，几个点？嘿，一个，吼，一个，啊，一是倒一个数字，一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这数字，算看觅咧，有几个点？有几个点？嘿，5个，啊，5是倒一个数字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啊，过来变做是物件，物件。好，开始。狗仔有几只？狗仔有几只？讲出来，讲出来。嘿，对，3只。啊，3只，3是倒一个数字，3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，红菇粿有几块？才有几块红菇粿？2块，吼，2块。啊，2是倒一个数字？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这牛，牛有几只？牛，嘿，4只，4只牛。啊，4是倒一个数字？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这甘蔗，甘蔗有几支？5支，吼，5支。啊，5是倒一个数字？
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过来这红菇粿一块，吼一块。啊，一是带一个数字，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啊，过来要进行的就是，我互你迄个数字，吼，我互你看迄个数字符号，啊，就是囡仔就紧，就是带一个，就我会互你两个，就是正手边甲倒手边，吼，迄两个物件数量无共，啊，就互囡仔来紧讲，迄个数字是代表啥物数量，吼，就请囡仔来讲，吼，囡仔来讲，好，来，啊，开始，头一个，嘿，对，迄是三个，这，吼，这，啊，过来，这啥物数字？啥物数量？嘿，对，五，所以五个是这，嘿，五个，啊，过来这，嘿，迄是四，嘿，四，所以数量是四个，这，啊，过来这啥？嘿，一，吼，一个是这，啊，过来这，嘿，两个诶两，所以数量是这，吼，啊，过来这，嘿，五，所以五个是即个，吼，五个，好，恭喜恭喜吼，哦，若是讲拄拄仔诶问题拢对诶吼，啊无就是超过一半以上拢对诶吼，应该就是对迄个数量就是概念愈来愈熟啊吼，愈来愈了解吼，啊不要紧，啊着豆豆诶练习，吼，啊过来就是要来甲囡仔考试吼，来考试，吼，啊就是尽量着莫饲暂停啊。就是互囡仔，就是一摆安尼考试，吼，啊看会知着几条，吼，啊考试嘛真简单，就甲拄拄仔诶，就是方式差不多，吼，啊我会互囡仔看讲，就是迄物件有几个，啊，就请囡仔来讲讲，是代表啥物数字，吼，啊共款若是伫厝里，就是传迄。拄拄仔我讲迄牌啊，一二三四五，迄牌啊，互囡仔来拣。吼，啊若是无伫外口诶，啊袂要紧，我下骹嘛是正边倒边有囥数字，啊着互囡仔顶呆一边。吼，啊我一条题目5秒，差不多5秒时间。吼，啊着囡仔着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，咱来开始。好。头一条，三，第二条，两，第三条，四，第四条，一，第五条，五，第六条，三，第七条，两，第八条，四，第九条，一，第十条，三，好，恭喜，好，感谢大家收看吼。毋知影囡仔吸收偌济，啊袂要紧，就是无共款的程度，无共款的年岁，嘿啊，拢无共，所以就是家长会咧看囡仔的程度，吼，
啊，着互伊一寡训练啦。吼，啊，若是拄拄啊拢对诶，而且感觉足简单诶，应该就是伊即部分是完全无问题啦。吼，啊，若是拄拄啊有小可困难诶，感觉小可就是爱想者，啊，袂要紧。吼，就是会晓互囡仔就是豆豆去练习，吼，莫互伊足侪压力，吼，就是会使甲即个数学当做是游戏安尼，就是陪囡仔来耍，吼，啊，着感谢大家收看。有啥物问题，也是讲囡仔就是有啥物反应，吼，也是有倒位就是感觉就是要加强的所在，还是有啥物要注意的所在，着会使伫下骹留话甲我讲，吼。啊，着感谢大家收看，好，后摆再会。3加32领3扣，3减32领扣3，啊扣加扣真正2领扣，扣减扣无扣，搁脱2领3。